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打造韓式蜜潤肌嘅小秘密，就係嬌蘭嘅電級蜂王復原蜜精華啦。睇下我今日素顏嘅狀態先，確實少咗嗰種水潤透亮嘅感覺。今日就教大家點樣用復原蜜精華，輕鬆打造韓妹最愛嘅蜜潤肌。首先將粉底液同復原蜜精華大概以1:1比例混合，咁樣做可以將底妝更加貼服，而且妝感會變得非常透亮，好似從肌底透出嚟嘅光澤一樣。之後會用遮瑕膏遮蓋黑眼圈同痘痘等嘅瑕疵，接住嚟就係眼中嘅部分啦。想令到眼影更加顯色同帶有 bling bling 嘅閃耀感啊，一樣可以將復原蜜精華輕輕咁點喺眼皮上面，你睇係咪勁靚有閃閃嘅效果㗎？畫埋眼線，令雙眼望落去再大啲，再喺蘋果肌掃上胭脂，薄薄嘅睫毛液，你會得到一個又唔浮誇又自然嘅睫毛。然後就用鼻影修飾輪廓，再用復原蜜精華喺顴骨同鼻尖打上高光，最後搽上滋潤型唇膏，等雙唇睇起嚟水潤飽滿。今日嘅韓式蜜潤肌妝容就完成啦！大家有冇覺得我皮膚睇起嚟超級好，好似韓劇女主角一樣呢？呢一切都要歸功於嬌蘭嘅電級蜂王復原蜜精華，佢唔單止可以令底妝更加貼服，仲可以令肌膚由內至外散發出健康嘅光澤，輕鬆擁有 Honey Glow。想擁有韓式蜜潤肌嘅你一定要試下啦！